之前刷短視頻嘅時候呢，刷到一個咁樣嘅廣告。群雄匯師親述三國歷史，精彩片段及製作過程，讓你先睹為快。《三國演義》超字版製作日測，星期日晚7點半本港台。然後我見到有人喺評論區入邊問咩叫做《三國演義》超字版啊？呢個問題呢，勾起咗我對亞視引進《三國演義》呢件事嘅一段回憶。講起身呢，都成30年嘅歷史啦，仆街，原來我咁老噶啦。話說我自細呢，就三國迷，細個時候無論係小說定係遊戲，只要同三國有關呢，我就愛不釋手噶啦。我仲記得以前同我細佬一齊玩世嘉 MD 嘅《三國志3》，當年餅帶呢入邊有個手錶電池，呢個電池係用嚟儲存遊戲進度嘅。一旦電池有些微鬆落啫，啲進度就全部丟失噶啦，好慘嘅。跟住就只有重新玩過，但即使係咁，我哋都玩得好開心，因為三國題材嘅嘢呢，對我啲男仔嚟講真係非常有吸引力嘅。1994年央視出咗一部史詩級嘅好劇《三國演義》，呢部劇有幾經典呢？咁講啦，日後所有其他嘅影視作品，只要係三國嘅題材，大家就會攞呢一版嘅《三國演義》作為樣板嚟比較啦。大投資大製作，而且每段咁改，食用放心，絕對係良心之作嚟嘅。其實當年央視首播嘅時候呢，我幾乎係一滴不漏全部睇晒，我睇鹹片都冇咁投入啊，唔係講笑。所以當我喺報紙上面見到亞視宣布引入呢部《三國》嘅時候呢，我依然係充滿期待嘅，因為我真係好想睇下諸葛亮係點樣用廣東話插白冬吳班契弟嘅。唔同於以往嘅外購劇配完音就上畫，亞視今次係落足心機進行咗本土化嘅製作。首先呢，佢哋用超豪華嘅班底打造咗一首全新嘅主題曲。點樣豪華呢？主唱係葉振棠。對於年輕一輩嚟講咧，對葉振棠可能有少少三寶，但係80、90後肯定係非常之熟悉嘅，因為佢唱嘅電視劇主題曲咧，可以話係首首經典。譜曲方面，佢哋揾嚟咗著名音樂人陳光榮，呢條友咧攞過3次香港金像獎最佳原創音樂嘅。作詞方面，明朝第一大才子楊慎嘅《臨江仙滾滾長江東逝水》，唔好意思，呢句話真係讀唔到出嚟，只可以唱出嚟。雖然成首歌少咗央視版嗰種口重嚴肅，但又多咗幾分武俠之風噃，變得更加朗朗上口。我記得後來我哋嘅語文課堂上邊學到呢首詞嘅時候呢，老師要求全文背誦。對於頭痛嘅古文呢，我哋一向都係背得好辛苦嘅，但係呢首就唔一樣啦，我哋幾乎係了熟於心，順口拈來。當時嘅情景大概係咁樣嘅。聽日我抽查背呢首《臨江仙》，同我大聲背出嚟，我聽唔到就繼續背，再聽唔到再繼續背，背到我聽到為止。報告語文老師，唔使聽日啦，我而家喺度背都得，都係呢首詞。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看，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第二喺配音方面呢，亞視都係出動咗最強班底，包括劉備嘅配音雷霆。朕用輕兵，你竟敢出此不利之言！關羽嘅配音黃志成。軍師，大戰之際，眾位將軍都有任務，點解只係我關羽冇呢？張飛配音陸崇儒。我大哥見先生日夜操勞，於心不忍，親手為你職務。曹操嘅配音黃志明。命你哋立即進軍三江口。周瑜嘅配音羅偉作言貪杯誤事。諸葛亮配音曾炳輝。可派人通知百姓，願隨者同去，不願者留下。聽講張趙嘅配音呢係譚炳文，大家聽下係望風而逃啊！對於亞視嘅配音班底我一直都係覺得唔輸隔離台嘅。今次為《三國演義》嘅配音呢同樣出色。其實《三國演義》仲有另一個版本嘅粵語配音嘅噃，就係珠江台嘅版本。呢度呢，我揾咗一啲相同嘅片段，大家不妨做個比較。你認為邊一個更加出色呢？先生自歸咗劉豫州之後，曹軍一出，則棄甲拋歌，望風逃竄啊！棄新野，走樊城，敗當陽，奔夏侯，幾無容身之地啊！嗰時先生自歸附劉豫州之後，曹軍一出，就
就氣甲炮過，望風而逃啊！棄新野，走樊城，大當陽奔夏口，幾無用身之地啊！而今江東兵精糧中，又有長江天塹，知有人卻勸說其主屈膝投降，不顧天下恥笑。以此相比，劉豫州真不愧為不懼曹賊之人啊！至於江東兵精糧造，又有長江天險，都仲有人逼佢主公屈膝降賊，不顧天下人恥笑。與此相比，我主公真不愧為不懼曹賊嘅英雄。備深知軍師之憂慮，我亦正為曹軍將至而擔憂啊！主公放心，請一齊去博望坡巡查。備深知軍師嘅苦心，我亦正為曹軍將至而擔心。主公勿憂，請到博望坡一看。最後亦都係亞視最創新嘅一個操作，就係請咗著名作家馮兩老喺每集嘅片頭同片尾咧講解嗰一集嘅劇情同佢折射出嚟嘅人生大道理，包括一啲商戰元素啦、人情世故啦等等嘅。呢個小欄目咧就叫《三國啟示錄》。佢明白如果殺咗曹操之後咧，孫權就直接威脅到劉備啊。於是咧佢就假借關公嘅手放咗曹操，希望佢繼續牽制住孫權嘅。呢條橋真係一絕啊！佢就係呢位孫桓啦。正所謂自古英雄出少年咧，青年人咧雖然係冇經驗啫，但係勝在佢哋夠衝勁，輸得起。所以咧，我哋千祈唔好睇小青年人嘅潛質啊！我仲記得咧，當年我老豆好推薦呢個欄目嘅，佢成日都叫我認真學習。因為《三國演義》雖然蘊含各種深刻嘅道理，但係如果冇人去分析，淨係靠自己領悟咧，係有啲困難嘅。亦經過馮兩老深入淺出嘅講解，令到電視機前嘅觀眾更加容易理解三國入邊嘅各種計謀同人生道理。而經過一番學習之後呢，我認為我從三國入邊學到嘅最大人生道理就係、哇，人妻仲正啊！除咗馮兩老呢，《三國啟示錄》仲出現過兩位女主持人，分別係公雪花同盧敏儀。一開始係公雪花搭檔馮兩老嘅節目效果，我認為可圈可點啦。咁而家講開周瑜呢，佢咁醒目呢，佢一定知道咧諸葛亮係講緊反話噶啦。哇，仲有人呃到你啊！一定係諸葛亮呢啲高人啊！但係做咗幾期之後呢，可能因為公雪花要拍戲啊，後嚟就換咗盧敏儀。而氣質上，似乎盧敏儀更加適合呢個節目噃。發噶啦，而聽晚咧就會有大家期待已久嘅火燒赤壁啦。英會嘅英雄地咧就梗係臥虎藏龍啦，但係今晚嘅劇情裏邊咧都出咗幾位少年英雄噶喎。喺亞視嘅一番努力之下呢，《三國演義》喺1995年8月21號正式播出，一經推出啦就受到廣大觀眾嘅喜愛，收視率不斷走高。嗱，當年嘅收視具體去到邊呢？依家已經無法查證。我喺 B 站上睇到一位觀眾嘅貼圖，應該係當年嘅報導啦。從呢度可以睇到啊，《三國演義》喺最後一週嘅收視去到14點嘅。與之對台嘅呢係 TVB 嘅另一套經典長劇《真情》，收視率係22點。嗱，兩部劇嘅播出時段都已經係晚上10點，喺呢個時段呢，亞視可能攞到14點呢已經可以劏豬還神啦。因為平時呢個時段嘅收視可能連10點都冇嘅，而且大家都知《三國演義》喺諸葛亮下線之後呢，故事走向逐漸悲涼，觀眾開始有所流失，所以播到呢個完結篇嘅時候有咁樣嘅成績已經非常唔錯㗎啦。下面我哋就講下呢個超字版係咩回事呢？95年播完《三國演義》之後，唔少市民都覺得唔夠喉啊，於是呢紛紛寫信俾亞視要求重播《三國演義》。而亞視亦都順應民心重新構思，於是1年之後呢，就有咗呢個《三國演義》超字版啦。關於呢個超字版同之前嘅版本有咩唔同呢？我睇咗一下佢哋嘅介紹，大概就係佢哋喺節目中會加入各種 3D 動畫，將各場大小戰役嘅地理形勢、戰略佈陣、行軍情況更加立體咁呈現出嚟。其實都幾無聊。除此之外，集數都唔同。首播嘅版本有成110集，喂大佬，央視原版都只有84集啫，點解亞視可以整到110集嘅呢？而且佢哋仲刪除咗唔少情節。而超節版呢係還原咗呢啲被刪除嘅片段，但係到咗諸葛亮死咗之後呢，後邊嘅片段就大幅跳過，直接跳到鐘會造反嗰度。
可能亞視咧吸收咗第一次嘅經驗，知道諸葛亮係收視嘅保證，佢瓜咗之後嘅收視係會下降嘅，所以索性大段咁跳過。而馮兩老嘅評述依然保留。超字版喺1996年9月9日上映，直到1996年12月播完。喺1997年嘅亞視台慶《三國演義》獲得咗最受歡迎外購劇，當晚仲請咗劉關張3人親臨現場領獎添。塑膠不是金的，可是有 ATV 的台信。哦，最受歡迎的外購電視劇。喺引入《三國演義》大獲成功之後亞視好似受到咗啟發一樣，瘋狂咁喺外購劇呢條路上越走越遠。比如冇耐之後佢哋就引入咗《雍正王朝》啦，《少年英雄方世玉》、《還珠格格》等一大批質量好高嘅外購劇，都取得咗不俗嘅成績。特別係《還珠格格》，當年將 TVB 打到趴地。不過外購劇就好似一把雙刃劍，喺取得成績嘅同時，亦都等亞視上咗癮，不斷咁尋找外購劇，而忽略咗本土嘅原創劇。好啦，本期節目就到呢度。關於亞視引進《三國演義》呢件事，你仲有咩記憶呢？歡迎喺評論區寫落嚟。下一期想同大家講下亞視同 TVB 都有參與嘅事件，就係兩台一齊播包青天嘅雙包案。我係回憶咗 Kevin，我哋下期節目再見，拜拜。